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香港倒换条例修正草案所引爆的反送中的运动，已经持续100多天了。这场甲以往真无同款的抗争的运动，号称无大台，也就是无特定的领导人，是由一个又一个公民主动来参与。但是强度甲规模，却是超过香港有史以来所有抗争的记录。中国政府透过官方的媒体，把香港这届抗争者的行为看作是挑战国家主权，看作是挑战一国两制。嘛有人把这届的抗争看作是咧争取香港独立，甚至有人讲，刷落来香港可能会宣布戒严。到底为什么这段时间以来，香港人会持续一直加入街头来奋战呢？华视新闻团队除了每礼拜轮派记者到香港做第一手的报道，嘛特别来制作专题，深入探讨。这个是梁天琦的口号，梁天琦就被视为独派，但是问题是，这个口号本身可以是有很多不同的诠释。香港獨立根本我唔相信係好多市民希冀追求嘅嘢。2019年中秋节对香港人来讲，暗时月亮光线，阁无每一人头下顶绑的头顶手举手电啊、镭射笔遐光。反送中运动分定上代表香港人坚定无屈服精神的狮子山手牵手变成人链，甲狮子山远远相呼应，是伫对面太平山顶的人共款手春愿勇敢归香港。共和香港时代革命这句口号在极权暗暝中，甲灯火互相辉映响铁山头，然后伊又搁一摆去夹着中国敏感的神经，加上人链是为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寻求独立的和平示威来。看在北京当局眼内，港督的标签早就已经甲反送中的运动连做伙。当这句口号放入街路的抗争，更加变成香港警察出动手，甚至中国公安可能南入去港警的队伍内面，采取强制手段的真正原因。他们一定要续上我们，但他们现在已经出来，他们射了至少20颗或是30颗布袋弹，你们也小心一点。现在他们在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是梁天琦的口号，梁天琦就被视为独派。大概在7月底的时候，就政权跟北京把整个运动打成港独。马甲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甲行政学系教册，研究香港的选举、政党甲议会发展以及民主化。伊所讲到的牛天琦，就是上早伫2016年参选香港立法会新界东地区选区补选的时，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作为竞选主题甲口号。牛天琦嘛做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鼓吹香港人有权决定家己的前途，主张透过香港独立，更加主张以武抗暴的勇武方式来对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无公平制度。2019年，随着反对倒换条例修订草案的行动不断升级，香港人重新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部分示威者将行動當作是一場革命。我見到有啲普通市民咧，我哋會勸佢上翻即係安全嘅地方㗎啦，好冇？
不过北京當局甲香港政府擋袂牢，新華社評論就認為講，口號內面的"光復"兩字，體現香港極盡人事的政治陰謀，嚴重挑戰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如果你看现在诉求，事实上还是没有港独的诉求，但是他们对中国这种政权非常排拒是事实。然后他们对身份认同上，他们很多人就觉得只是香港人，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香港18歲到29歲的少年人有75%的比例認為講，伊本身是香港人，唔是中國人。特別是2019年的熱天，香港一年囡仔喺真高的煙霧中被逼一夕之間大旱。可能是網絡時代吧。他們政治覺醒比較快，有新聞說有中學同學被抓，然後他們就覺得要出來聲援，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種純真的一種感受。事實上，在12年、14年之後，就是因為這個一國兩制現狀變壞得太快，然後很多人就覺得這個很快就變一國一制了。很多年輕人說，現在這樣子的一國兩制我們不要。香港政府在這個暑假徹底失去這一代少年人的認同。不過，若要講這場少年人化光復、化革命，都是要香港獨立。這兩項訴求其實要離真遠。那呢，此時此刻，香港的少年人為到底是什麼？就是跟香港政府啊、香港的警方啊，跟中國政府就說我們就是不要就是獨裁的政權，我們就是要政府真聆聽市民的意見。面對中國，香港政府指責少年人繼續抗爭，將害到香港的經濟動搖金融地位。因心內所想的是，當因這輩攏享受袂到經濟好處，那呢這一切該因什麼期待？攬炒咧，其實即是話同歸於盡。咁因為佢成日話啲細路仔咧，我哋叫一個英文叫 no stick 啊，即係話你啲細路仔你根本咧就冇持份者，咁咧佢梗係咧揾唔到咁多錢啦。咁但係咧，我哋屬於咧老一代，咁如果英文我叫做 OC foot 啊，有錢有物業嗰啲咧就會批評嗰啲後生嘅，就話咧你唔好累我咯。即係如果香港再冇以前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咁我而家所有啲樓咪跌晒價，我啲股票唔係跌晒價，咁我咪攬炒咯。在香港浸會大學教冊經濟學者吳明德講，少年人之所以有一款要死大家死的心態，攏是因為當前的政治制度甲社會問題所造成的。你係黨員，你係有機會做高層，你乜都唔識，你都可以做高層。年輕嘅青年，佢讀咗咁多書，考咗咁多專業資格，有冇機會派啊？我哋香港嘅樓價沙士之後，去到咧我哋2018年呢15年係增長咗咧3.5到4倍，但係人工咧平均每一個人工只係增長咗80%。咁你叫啲年輕人點追啊？少年世代幾年來對社會無公平甲正義，對政治體制扭曲無奈攏亂掉咧。憤怒甲不滿，在這個擾熱的時，就着反送中運動的機會，攏總消透出來。年青人嗌嗰啲光復香港，唔係搞咩港獨啊，而係咧係光復香港嗰個由殖民地時代俾我哋嗰4大主要嘅核心價值，就係咧法治、人權、自由、民主。Thank you。拜拜。劉偉聰是香港的大律師，這俗稱大莊，就是有資格出庭的訴訟辯護律師。在這個熱天，抗爭遍地開火的時陣，伊無想要過本來真好過的日子，出來參選區議員，希望制衡建制派，並且站出來保護香港公民的權益。而家我每日做嘅工作咧，就係喺電話旁邊等電話。如果遇到有需要嘅人士，我可能會去警署嗰度，或者係法庭嗰度幫佢哋爭取呢個保釋，等佢哋暫獲自由。革命同埋香港獨立兩者之間唔一定有等號，佢哋要嘅嘢就係政府聽佢哋嘅聲音，然之後推行一個政治改革，以及委任一個可信嘅調查委員會去調查呢3個月發生嘅事。呢啲從來都唔係革命，
呢啲係喺個憲制範圍裏邊應有嘅改革。劉以聰嘛是2016年香港旺角衝突被告羅建民的代表大律師，在這場被稱為“虛擬革命”、烏煙瘴氣的小攤販的動亂中，被立喺香港本土自決派梁天琦，後來被判6年徒刑。長期點點啊在做社會運動的羅建民，今仔被重判7年，這是香港有史以來上重的暴動罪判刑。同類而有關嘅案件，目前嚟講最高嘅判刑都係4年零9個月。如果我係林鄭政府嘅話，要解決呢一場風波，要令到自己唔會變成歷史罪人的話咧，就係重定呢個政治改革、憲制改革嘅時間表。當然個時間表唔可以千秋萬世，或者係200年之後，係一個可見嘅將來。在這款集體情緒對立的社會中，群眾上關心的是因的自由、權利、人身安全被嚴重的限制。我所理解的是，明明港警所用的武力，在會使制服對方的時陣，就應該停。是安怎？抑閣法度像安尼無情繼續拍落去？有關香港獨立，雖然講有17.4%的人宣稱支持2047年以後香港獨立，也不相信會使成功落實的人，上濟敢若4%。跟台灣不一樣，台灣中華民國這一塊就從10幾年一直來說，在國際上是有一個這樣的 entity， 但是香港沒有，從來沒有。港獨在當前的社會氣氛中被激化，無論未來敢否都繼續落去，這早已經宣告一國兩制滅亡啊！好，來向